大家好，今天我要带你们去采访我一个朋友他叫什么名字？他来自哪里？他多大了？好了，他在哪里学习中文？好了，他学习中文多长时间了？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小程，小程是吧？那个你多大了？我20岁了，那你从哪里来呢？我是从南八县，南班县是吧？那个离这里远吗？比较远，比较远是吧？是的。好了，那个你还单身吗？现在还单身啊？现在还单身是吧？如果有女朋友也可以吗？可以，这个的办法我更喜欢了。好了，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。可以的，是76343492吧？再说一遍。76343492。好了，那我请问一下，你家有几口人呢？我家有6口人，我是老大，2个弟弟，还有一个妹妹。好了，现在你在哪里学习呢？现在我在斯帕诺翁大学。斯帕诺翁大学是吧？好了。是啊。那个第几年了呢？大一了。大一是吧？好了，你在哪里学习中文呢？在新华学校那边呢。新华学校那边。你学习中文多长时间了差不多1年了。差不多1年了。那个，请问一下，你考过那个 SK 4级考试了吗？还没有考过呢。还没有考过是不是？你可以告诉你的方法学习中文吗？可以的。我的方法就是多写、多听、多说，就是这样的。还有什么什么的。好了。那个你学习中文，你喜欢那么听中国歌吗？当然喜欢啊。当然喜欢听中文歌是吧？你有时间的话，你又跟中国人聊天吗？我有时间的话，我也喜欢跟他们说话，但是现在在老挝就是很少见的，就是去什么地方都没有看见那个中国人了。是，但是你觉得你学习中文对你重要吗？以前没有那么重要，但是现在我体会中文对我自己很重要。为什么你觉得现在那么中文对你重要？因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人了，所以中文就对我自己很重要的。好了，那你学习中文你有什么梦想呢？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翻译嘛，当汉语翻译、中文翻译。中文翻译是吧？好了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当一个翻译。我也希望明年比今天还是比今年好多得多。谢谢你